今次呢首歌叫做《Gimme Gimme》啦，呢一首歌係我今次年尾12月6號至10號嘅演唱會主題曲啦。咁亦都係我嚟緊會喺12月頭度會出嘅 album 大碟嘅其中一首歌啦。咁呢次 MV 咧係我破咗自己紀錄啦，係一個 MV 裏面有11套衫啦。自己嘅一個私心嘅要求啦，因為我覺得 party 嘅感覺咧一定係同 fashion 有關嘅，fashion 對自己嘅影響好大啦，咁所以就想用唔同嘅 look 去表達大家喺唔同嘅空間度 party 係一個咩感覺咧？其實今次呢首歌要營造一個喺 club 裏面跳舞啦，或者大家一齊開緊一個 party 去跳舞啦，咁所以一個派對一定要夠多人先好玩啦，咁所以就今次就邀請咗更加多嘅 dancer 朋友啦，一齊去出演呢一個 MV 嘅跳舞嘅部分啦，同埋一啲派對好 hyper 嘅部分。咁今次都幾開心嘅，因為大家係好 high 嘅，即係大家就算導演阿權話 cut 機，咁但係大家都停唔到啊，因為可能大家都本身真係好太中意跳舞咧，即係聽到音樂都不停要摁，係一個幾特別嘅拍攝經歷嚟。我諗我呢7年都未試過拍呢一類型嘅MV。咁今次其實album 亦都係同演唱會嘅名一樣啦，叫做 Kingdom 啦，因為想用一個比較氣勢磅礴啲嘅一個形象去總結成個 album 啦。咁今次呢個 album 除咗有今年推出過嘅3首單曲啦之外咧，亦都有4首新嘅單曲嘅，3首係跳唱歌啦。咁呢3首跳唱歌咧就我覺得係包含咗自己近排最中意嘅3個類型，包括有 R&B 嘅跳唱曲風啦，亦都有狂野曳啲嘅，都有一首歌咧比較 Anson Lo 式跳唱嘅歌嚟嘅。咁仲有最特別嘅一首啦，亦都係最有意義嘅一首啦，對我自己嚟講就係送俾自己 fans 神徒嘅一首歌嚟嘅。咁呢首歌其實已經係籌備咗好耐㗎啦，應該係年幾前已經有呢首歌，一直都好想推出呢首歌俾大家聽啦。咁就今次用 album 嘅形式就俾大家聽到咯。咁就希望大家會中意呢首歌啦。咁同埋嚟緊 Kingdom 咧呢一個 album 咧會有雙封面啦，有2個唔同嘅感覺啦。其實都係寓意住舞台上嘅 Anson Lo 同埋私底下一個比較 raw 啲嘅 Anson Lo 啦，係啦。咁但係其實2個version 咧亦都係有concert 埃及嘅元素喺裏面嘅，無論係飾物啦定係成個 feeling 啦。咁所以2個 version 都係我自己覺得係好特別，亦都好重要咯。我覺得2個封面都好有意義嘅，因為第一個封面咧，其實就係包含住我成個 concert Kingdom 呢一個嘅主體嘅一個封面啦。咁但係第2個 cover 咧就比較 personal 啲，亦都係比較 pure 啲嘅 Anson Lo 啦。咁自己去 find out 下一個係咯，我為大家準備嘅小驚喜。